今日风台空雷暴风块已经接近东部，气象署表示讲，空雷移动的速度是真紧哦，结果嘛个继续的扩大。风台详细动态，咱要请吴鑫来为观众朋友说明。是主播，空雷风台今日透早5点半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早起8点，空雷强度已经达到强烈风台。所来空雷安怎影响咱台湾？咱再来看，针对气象署伫2点40分，就是拄则上新的预报。今麦空雷是逼我咱台湾，而且咧行的速度是算紧的哦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咱台湾北部、东部会先开始落雨。气象署的已经针对北部、东部发布豪雨的特报，尤其是伫咧大台北山区、基隆、北海岸，也搁有东北这带，也就是宜兰，也搁有花莲，爱注意讲这雨啊会落愈粗，会落愈高哦。也所来爱愈细腻的时间，就是伫咧今日暗时，明仔载规工，甚至是讲到拜5的透早，因为这段中间空雷对咱台湾的影响是上界激烈。即马咱台湾本岛所有的范围，就差不多拢已经是列入去陆上的警戒区。入面了后，北部、东部风雨会变愈强哦。气象署即马是预讲明仔载中昼迄卡到，差不多是即马这个时阵，到暗头，公路的中心就会对花莲以南来登陆。明仔载，咱全台湾拢爱注意透风落雨，北部、东半部地区、南部地区，也搁有中部的山区，拢爱提防大水雨。尤其是伫个东半部地区，咱看到这色水是真清楚。这个东半部地区是胶色，甚至是讲到反白是安怎安尼？因为拄则咱讲，咱按算讲风台空雷会对花莲以南来登陆，东半部地区就是大受冲击，第一个受冲击的所在，雨按算会落愈粗，会落上粗，雨水量按算会上高，也会到气象署分级当中，真有可能是会到豪雨以上的等级哦。也雨一直落到拜5，也是会有雨水。这个拜5时阵，透早早起这段中间，北部、东部有缘爱注意大水雨。也空雷呢是到过咱台湾，风势就会对咧改变。到拜5，中南部地区会变做遮风的所在。遮风的所在代表讲水汽就是高，就开来落雨。所以伫咧中南部地区、西半部地区有缘爱注意雨水，若注意雨水哦。伫咧做风台这段中间，即马哦，这个空雷风台的暴风圈也要卡着咱陆地哦，但是风就已经升高啊。今日开始到拜5，沿海地区较空旷的所在。风爱注意讲会到9级、到12级，甚至讲这个中心登陆附近的所在哦，爱注意讲这风啊可能会超过12级哦，要大影嘛是真危险，按算会有3公尺至5公尺，甚至讲是超过6公尺悬。所以请观众朋友为了安全，唔好去山区，唔好去海边活动，也空雷这路线也阁有变动，所以爱请观众朋友继续注意咱上新的气象预报。今麦咱就甲时间交等由主播。